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11月7日公视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咱先来看今仔有啥物新闻重点。非洲地质禁令今仔开始分2阶段解禁，今仔中昼12点开始先恢复外地的运输，明仔载开始地当台底咯。今年第26号风台红透早形成，按算车站会到菲律宾李松岛的附近，后礼拜3恐惊会影响台湾。今年7月大罢免投票，前中共的董事长赵少康违反选罢法2票，检方认为是故意的，犯后的态度阁真歹，请欢迎判重刑。来看非洲地质禁令，今仔开始要分2阶段解禁。今仔中昼12点开始，先恢复外地的运输，明仔载开始后地当台底咯。今仔透早肉品市场甲肉店拢先摒扫消毒。另外，针对台中非洲地质的责任，有民意代表是讲已经收到台中市政府的报告，也毋过哦，亲像拢甲问题撒互基层。市政府即马嘛打算报讲，要甲农业局、局长、有环保局长甲动保处处长免职。防疫人员详细甲拍卖区甲作业区详细消毒。7日中昼12点，解除运送猪仔的限制。初一开始会当拍卖屠宰。云林县肉品市场全面消毒备战。台中市第2市场的肉店是家己消毒，用4点钟甲店、刀仔、工作机台拢洗好清气。清洁、打扫、消毒，然后就是因为后天要开始卖猪肉了嘛，然后休息2个礼拜，这些砧板啊、这些刀子啊什么，全部都要清理，环境都要清理，都要消毒过。验到非洲地质的饲猪场，这个饲猪的农民因兜，包括大门门手、冰箱、喷炭甲灶骹等高的所在，检验的结果拢是阴性。虽然疫情豆解封，不过验到非洲地质的饲猪场附近，也会继续封锁。另外会全面开放台中市的学校，营养午餐会当使用现台猪，不过禁止包顿去。从明天开始，学校的营养午餐可以使用新鲜的本国的国产的温体猪肉，剩余食物我们还要再管制1个礼拜，禁止打包。台中市议会7月下晡收到台中市非洲地质事件专案报告，不过民代认为针对追究责任甲处分的部分，敢若列出动保处家己走去按例饲猪场消毒，也有环保局负责查核饲猪场香喷设备饲附的同仁，这个是叫基层出来担罪。我们没有看到任何一个高官在这个报告上被提出检讨。你只看到2位基层人员，一个农业局清销的人员，一个环保局监看厨余照片的人员，只有这2个人来替整个市府背黑锅。目前惩处名单尚未公布，仍然在进行相关的调查，所以这是错误的讯息，所以这个我们就不多做回应。台中市副市长陈兆新回应讲，这是错误的信息，强调目前追究责任还阁伫咧调查的阶段。另外，农业部表示，验到非洲地质这个饲猪场采样的结果，要等疫情指挥中心公布。后续肉品市场、屠宰场、甲载猪仔的车，逐工拢爱消毒，嘛要监督地方政府落实，袂当放零。记者综合报道。发现非洲地质病毒开始已经15天禁止台猪，所以全国即马加出大约39万只的猪哦。反而饲猪场会赶紧想要处理已经超重的猪，造成基猪价崩盘。各地饲猪协会嘛协商了后，要求讲得爱按照平常时的数量来抬猪。中央即马嘛决定讲要补助肉店3万块的营业损失，高雄市政府是一打，搁再加补助15000块。加饲15天的猪，体重有到105公斤左右，已经超过市场合格体重100至130公斤。猪仔禁止运送15天，伫7日中昼会解禁。初一翻点过会当恢复屠宰拍卖，因为台湾平均每一天卖出差不多2万只猪，行政院估算，这15天全国差不多增加39万只价外猪，平均一只猪的成本加差不多1000块。地主真侪饲猪农民赶紧拍卖，有的怎摆卖着7日宰出来。猪经饲到150去啊，迄就算价外猪，价外猪就是讲，大家拢嘛赶要出，猪笼我已经拢超重就是赶要出，赶要出就是讲较会产生这款问题，塞车问题。价外猪大部分拢超重，价销成本就较低。为着预防猪仔的数量伤济，价销崩盘，各地饲猪协会嘛斗协调，要求饲猪场猪仔宰出来数量要比照平常时办理，袂当超量。因为现台猪上紧初七才会当供应，7日透早菜市的肉店也是空。为着降低非洲地质对肉店的冲击，除了中央补助一担3万块，高雄市府嘛宣布要增加。
为感练摊商在防疫关键时期的辛劳与合作，除全面免收公有市场猪肉摊位使用费1个月外，配合经济部公布传统市场生鲜猪肉摊每摊补助3万元，市府再加码补助高雄市每摊1.5万元。除了增加补助，高雄市府嘛宣布免收1个月使用费。按算伫禁令解除了后，会派人去市场协助申请甲列名册。虽然已经公布解除台猪甲运送的禁令，不过也是袂当用喷饲猪。饲猪协会呼吁农民都要遵守防疫的规定，嘛希望政府协助宣导正确的观念，鼓励民众尽量食国产的猪肉，莫受到非洲猪瘟的影响，支持咱国饲猪的产业。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国民党团提出公告年金的修法，将修正草案伫立法院初审，专案是保留送出委员会，要交付调野党团协商。今仔是个针对公立校教职员退休的草案来进行审查。教育部长陈英耀是强调讲，年改了后，有将近70%的退休老师，逐个月拢会当领5万块以上。伊认为讲，现在制度对老师的退休生活应该就真有保障咯。有关卖台公告年金修法，立法院司法、法制、教务委员会做伙并案审查公立学校教职员退休资遣附属条例部分条文。教育部长陈英耀会前表示，大部分的老师退休了后，生活安排拢真好，目前还有85%退休的老师，平均1个月有领5万8。包含到年改结束以后，领5万以上，还有69%，那平均呢，大概每个月还可以领到5.3万。陈英耀讲，年改结束了后，还有69%退休的老师1个月领5万以上。目前的制度有法度来保障因退休的生活。伫立法院外口，公民联谊行动局来呈现公告，劳工、农民甲国民年金被保险人因年金的政策，抗议国民党甲民众党提出卖台年金的修法，保障老年基本生活仍有不足，而真正的原因是在公教以外的劳工、广大民众的退休经济安全保障不足。几个国民党立委表示，年改实施了后，退休的人生活真困难，应该为去年开始就莫阁提年金，毋是恢复到过去的水准。也让民众党团提案，今年开始无提甲半补。不过，民进党团认为讲，恐惊会造成不公平，敢若注重退休的人。有提到113年开始停止，或114年停止，不是一个说好要把它完全的恢复。同时对劳工都是该拨补就要拨补，对公教也要拨补就拨补，只要拨补做到了，劳工不会破产，公教也不会破产。绝对不要拿牺牲现职老师们的权益来换得我们退休年金停砍的这个目标。那6八立场无改变，有立委认为讲，公务人员退休资遣附属法修正草案已经完全保留送出委员会交付调野协商。老师的部分应该比较办理，唔免阁讨论。不过目前已经进入大条审查。记者综合报道。来看位伫关岛附近海面上的热带性低气压，伫今仔透早已经结束今年第26号风台凤凰往西北西方向的移动，按算初十五会到菲律宾吕宋岛的附近，后礼拜2、拜3会影响台湾。也不过，中央气象局是表示讲，风台强度甲路线是阁无法度确定。那我们也可以看到，后期其实不确定性还是相当的高。那尤其是在它在转弯的情形之下呢，整个北转的角度上面跟台湾距离的远近，到时候还是会有一些比较明显的差异。所以到时候它北上的角度比较早北转，或者是比较晚，以及它上来之后强度的变化，都会是我们要持续关注的重点。气象专家嘛提醒讲，因为东北季风甲凤凰风台的外围环流可能会互相影响，或者方面的雨水会愈多。气象署嘛强调讲，风台强度甲路线各会有变化，对台湾的影响嘛爱个观察。嘛呼吁民众都爱随时来注意上新的气象的变化，都爱做好准备。再来看这昨宜兰南方澳进安宫的宣武妈祖，身躯的金牌甲宣武盘链伫菜头，损失超过2000万。地方叫监视器查到嫌犯驶的车，嘛伫台北甲台中掠到2个嫌犯，碰见的物件嘛拢已经找回来了。
警方甲门侦破亚细嫌犯，对内面超做真侪算务破裂一个算路子。有名的宜兰南方澳镇安宫600公斤重的黄金马祖神像，神物顶的配件，拢互这个姓陈的嫌犯，甲伊一个姓陈的朋友偷摕。庙方初步估计损失是2000多万，警方调监视器并且立人顺利破案。故于同日的晚间，在台北市及台中市分别拘提本案的窃钱到案，并起获失窃的全数赃物。为什么要偷猫子狗？问讲为什么要偷地，嫌犯拢唔讲话。警方表示，主谋姓陈的嫌犯之前投资黄金外汇了，欠人钱，就摕厝基抵押。为了要甲厝赎回来，才找另外一个姓陈的嫌犯，替伫咧外口过，一直去偷摕。警方依照家当接盗罪，甲2个人上班。除了咱所有咱伫英国古早常常讲，吼，丫头三笑有心变。即马大家咱要做歹迄当阵，咱爱搁会记你一句：丫头三笑有监视器。庙方感谢警方将物件找大，也另外找一工，将一寡饰品搁挂倒去马祖的身躯顶。这寡饰品拢是庙的信徒一资买来管的，若无找大，信徒会真唔甘。警方破案了，也来镇安宫参拜，感谢马祖保庇。庙方也讲会保强庙内的保全系统，避免搁着贼偷。记者综合报道。今年7月2日大罢免投票的时，前中共的董事长赵少康提选票向媒体翕相，嘛互警方函送台北地检署侦办。北检今仔侦查总结，以违反选罢法来起诉赵少康。检方是认为伊是刁工的，犯后的态度阁真歹，请法院判重刑。检察官依违反公职人员选举罢免法第105条，将圈选内容出示他人罪嫌，依法提起公诉，并审酌被告犯后誓词推脱，态度显不足取，请求法院从重量刑。我蛮错愕的啊，为什么？因为说我饭后态度不好，我也觉得很奇怪哈。询问我的问题，我都一五一十都答复哈，而且最后我也讲，我说希望检察官不起诉哈，那要不然就是缓起诉嘛。我是选过很多次举，也参选过副总统，但是我从来没有投过公投，从来没有投过罢免票啊。早起赵少康嘛出面发冤枉，讲伊反对罢免的立场是真明确，无需要佮故意点票。嘛强调讲伊无犯罪的动机，认为讲家己犯后的态度是真好，有向检察官来解释，伊毋是刁工的。嘛强调讲伊后续嘛会尊重司法。再来看经济部收到台电公司的核电厂现况评估的报告，台电董事长詹文生表示讲，分析结果来看，迄类厂甲迄3厂拢有停放的条件甲机会。经济部长金明兴嘛表示讲，依照规划，那经济部核考了后，台电会来启动搁再运转的计划，交互核安会来审查，嘛来进行核电厂自主安全的检查。伫新北万里的核二厂2号机，伫去年3月15除役；屏东的核3厂2号机，伫今年5月除役。不过，即马看来敢若有机会停开，因为台电进前已经提交核电厂现况评估报告予经济部。在今年的10月8号，核安会公布了相关执法以后，其实台电公司也都进行了我们所要做的必要的一些评估，核1、2、3厂各自的状况，我们评估起来，核2厂跟核3厂是有重启的机会跟条件。同时，我们也在进行电厂机组的维护的一些相关的工作。詹文生表示，目前核3厂正在进行大修，核2是要加速进行打土作业，摕反应炉来燃料棒出来。因为核电厂核岛区有部分牵涉到原厂的设计，爱请原厂协助安检工作。新北市政府是回应，核能都要为科学角度评估，上界重要原则都是安全甲稳定，对核电相关设施会严格管控。有关核3厂的重启评估，屏东县政府务求要以安全第一为优先。那请经济部以及台电公司依照法律的规范，进行相关的重启评估程序。技术面来看，一定是重启之后的安全运转是没有问题的。刚刚讲的南北都缺电的现象，就刚好透过核3跟核2的重启来进行解决。
他们要把这个重启报告对社会做资讯公开，具备重启的条件，可能只是在它的电厂里面的使用的环境是，但我们之前包含地震的部分，包含机械老化的部分，这些部分都还没有正式进入做检查跟查核。核电厂是不是重开？民团甲学者有无共看法？经济部长景明鑫7月表示，依照规划，若是经济部核可了后，台电会以再运转计划，予核安会审查，同时阁进行核电厂自主安全的检查。公司新闻采访报道。现代战争亲像陆俄战争拢会使用真侪无人机来进行攻击，这嘛是趋势。咱国国防部长顾立雄今仔早起直立翻译，嘛将对未来无人机的实战运用来做解说。行政院毋但催生无人载具国家队，阁要投入442亿。无人机这阵大量应用伫陆俄战争，阁充分发挥无对称作战优势。国军嘛积极地发展。国防部长顾立雄到立法院执行专案报告，讲未来无人机的实战运用会分做联舰、战术甲战斗3大战级，配合相应无人机来运用。第一，国防科技产业政策指导，结合民间力量，借由多元管道持续筹获各式无人载具，以加速形成战力。建立各军种的无人机专责部队，并依照作战任务划分联战、战术及战斗等3个层级的兵火力运用。国防部指出，未来会增加影像识别、抗干扰、多种导控等软硬体的关键技术发展，建立国内自主研发甲产制量能。立委嘛关心，大量国外无人机恐惊面临效能一直换新的问题。无人机它就跟手机一样，它是科技产品，它不断的翻新。就是说要迭代创新，迭代创新的意思就是说，在一个共规的情况之下，我们会用软体来驱动，让它做迭代的创新。军方表示，要用96亿特别预算，各为635套会当载物件无人机反制系统，分别配置伫陆海空甲自动电军。有立委质疑无顾虑到各军种无共需求，无法度有效提升防御力。26套啊，外离岛这么小，你通通都放在外离岛，那你就够啦。那接下来还需要96亿吗？可稀释的这当然就更进一步了。我们希望能够达到我们对指挥所啊等等，还有部队的这些反制无人机，避免被他们攻击的这个目的。进前《纽约时报》专栏作家弗里曼警告，相信美国一定会听台湾的时代已经无去啊。顾立雄讲，发展先进科技，和台湾争做未使欠缺的角色，这才是国防部目前努力的方向。台美共识都是强化自我防卫能力，美国唔但会协助台湾，同时结合印太周边理念相近的国家，提升共同合作能力。公司新闻采访报道。国际新闻来看，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将针对总统川普扣全球关税合法性来表达疑虑，嘛认为讲这个案件关系到全球的经济。最高法院针对川普当初以国安紧急做理由对全球扣关税，敢有超过总统的权限来进行辩论。另外，反对扣关税民主党的参议员甲一寡企业，嘛伫法院外口来表达立场。美国最高法院6位保守派加3位自由派大法官，拢严厉质疑川普总统大规模征收全世界关税合法性。因问代表川普政府的律师，共总统伫咧第一遍引用1977年本来是为着国家紧急状态所设的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内面的法条来加关税时阵，深受越权，侵犯国会立法权。因过一寡保守派大法官讲，伫咧考虑总统处理对外事务时阵的固有权利，法院要做最后的裁决，内部意见可能会差真多。联邦检察总长索尔一开始就讲，川普认定美国的贸易逆差，和国家强未拄着经济加国安灾难。大法官因问讲，川普引用的这项法律无限期征收关税，是不是属于行政部门将经过国会授权的重大行动？伫法院辩论的时阵，16位民主党参议员一个小型的企业主伫法院外口发声明，表达因反对关税措施的立场。Last night, the voters across America rejected President Trump's illegal and destructive economic policies. Today, we are here to call upon the Supreme Court to do the same. 这场伫咧最高法院的辩论，是因为进前下级判决判决，讲川普以国安为理由对全世界扣关税，超越总统权限。川普政府不愿提上诉，迄当阵对这项关税措施提出挑战的，是受到关税影响的企业，一共12个，大部分拢是民主党执政的州。
公司新闻黄文玲编译。再来看海鸥风台测试扫过菲律宾的中部，所务市做大水哦，市区有真侪车拢塌做火，邻家厝的一楼拢是土山，灾情是真严重。目前嘛已经有114个人死亡，其中包括来救灾的军方直升机的机组人员，阁有20来人失踪，有超过70万的灾民。菲律宾政府嘛宣布进入紧急状态。海鸥风台侵袭过了后，重灾区的所有的民众，当去厝发现家园是绿葱葱，街路四围拢是绿果梅甲残骸，汽车像擦胶啊共款贴起来，毁损真严重。测试登陆菲律宾中部的海鸥风台带来地灾性的雨量，所有市区的平房和大水淹到厝顶，真侪民众未负整理行李就紧走。当去厝了后，发现家园拢浸伫绿果梅内。救灾情报显示，有一寡所在的绿果梅深30公分。Biglang pumasok yung tubig, kaya wala kaming nadala. Kaya first time ito nangyari dito sa almost 16 years akong nakatira dito. Ngayon lang ito nangyari. 附近的塔里沙市灾情也真惨重，采用轻机架载起的好边厝倒规片，街路四围拢是高高的绿果梅，毁灭性的大水来得紧搁急，一楼的厝会当讲完全拢淹掉，因为食程度完全停止，讲到灾后生活，居民忍不住悲伤起来。Wala jud kaming nahimo. Wala jud kaming napunit sa aming mga bahay, sir. Walang-wala po kami, manginanglan kami ng tulong. Yung nililalim sa amon. 海鸥登陆进前的24点钟，已经为所有市区带来183毫米的降雨量，超过当地逐个月平均雨量真济。当地政府已经有先针对中部地区撤离20万人。风台登陆了后，万达飞市的救援人员无顾到水淹甲腰啊，撩水去救灾民，灾后罹难人数一直升悬。敢若伫所有市区的利罗安，救援人员都找到35具遗体。气象专家表示，气候变迁加强风台的威力。较悬悬的大气容纳较侪水汽，造成落雨量更较激烈。公司新闻张淑芬编译。中国电商平台虚印伫法国巴黎百货公司开的头一间店面昨开幕了。法国的民间团体是不满虚印伫平台卖囡仔造型的性商品哦，嘛去抗议。即马法国政府嘛宣布讲，要先暂停虚印网络购物的服务。示威者伫讯实体店开幕迄天入去店内举牌抗议，不过真紧就互人请出去。当时有袂少人等去选买，差不多这个时间，法国政府宣布已经开始将讯网站关起来，主要就是进前几天讯网站伫卖囡仔造型的长期红仔，去互社会一直严厉批评。Donc moi je salue cette décision. Je peux vous dire également que la décision de suspendre cette marketplace, elle avait été prise par Chine avant. La demande du Premier ministre. Voilà. 虚印2012年伫中国创立，主要是卖中国制造的服装甲产品，介绍正俗。当时也因为供应链可能有强迫劳动问题，扣人批评，包括中国西部新疆地区的强迫劳动，若是卖未成年外形玩具的争议。法国议员阁发现虚印平台顶卖武器商品，而且是法国禁止的五指虎甲斧头啊。政府宣布1点外钟前，虚印伫历史真久的 BHV 百货正式开幕。有抗议人士惊虚印未见效，用真俗金派的丝加米造成环境负担，有顺首都巴黎进步形象等表示不满。Entreprises comme Shein qui détruisent les emplois, la planète, la santé des Français aussi. On n'en parle pas assez, mais tout ce qui se retrouve dans ces tissus-là, parce que mal fabriqués, impacte la santé des Français. 目前也不清楚虚印网站暂停停事是不是影响巴黎实体店的营运。除了虚印，还有另外3个电商平台嘛当地互调查，原因就是平台顶有牵涉到暴力色情，也是违反人性的尊严内容，这些内容也有可能去未成年接触到。公司新闻吴文玲编译。过来消息来关心桃园市桃园区的南门市场，昨9点着火哦，火是烧甲真猛，市场计共是有118档，有49档拢烧掉。市政府嘛启动紧急会议，要来看后续安怎处理。火烧甲真猛，桃园市桃园区的南门市场，初5暗9点左右发生重大火警，共有摊商118间，烧掉49间。灾害真惨重，有摊商烦恼到一暝无困，有原摆摊做生意的摊商也感叹生意真受影响。都被烧掉了，而且很多器具啊什么的没有，自己的生产工具全部都没了。
都烧光了，那上面的屋顶啊什么都被烧到空掉了，很严重了。整都没睡啊，因为就是很担心啊。也是有时候影响啊，人比较少出来啊。大概少多少？哦，做不到1/3啊。我是很喜欢逛南门啊，真的有点可惜啊吼。针对南门市场火灾初步调查结果，亲像是冰箱后壁的电线小道造成的。详细原因也由待后手来厘清。市长刘先正透早也到火灾现场关心，警发局甲区公所也随召开紧急会议，盘点受灾摊商，整合各局处资源，研议中介甲中建方案。等消防监听完成之后呢，我们后续会请相关的结构技师，然后来确定现场整个南门市场的结构是不是安全，然后可以继续来做营运。冬季市场我们会尽快找邻近的地方，能够整理一下，让我们摊商能够到附近去营业，不要影响到他们的生计。警发局表示，火灾摊商停收打回费用，若有影响生活，会当向区公所提出急难救助申请专案补助。目前选定几个临时安置地点，当在评估中。另外，也会针对汤圆盒内其他公有市场甲列管的私人市场，做全面消防安全检查，避免类似代志搁发生。公司新闻采访报道。中华鹿港仑尾区宝华附近的海上太阳能供电板透早着火，乌烟是真高。消防局出动4台拍火车，也毋过到现场的时，厂商家己就已经甲火拍花了。即马着火原因爱个调查。车开伫台61线，远远就看到踩伫海里的太阳能板着火，大火引起高高的乌烟，画面真惊人。消防局接到通报，出动4台拍火车到现场的时阵，厂商已经家己用灭火器甲火拍花。我们到达现场的时候，它已经没有火势了，剩下一点点烟啦。那现场的供电业者已经使用灭火器已经有把那个火势熄灭掉。剩下一点点的余烬这样子。着火所在就伫鹿港镇台61线175公里附近的海上太阳能板。中华县环境保护人员表示，初5暝就民众看到太阳能板着火，但是火念咪有念咪无，怀疑是海中，所以火才会暂时化起。今仔日透早阁开始着火，因也赶到现场关心状况。开始用了，他开始用那个灭火了。刚开始去的时候是没有看到燃烧，后来确定距离的时候去看的时候，又有在燃烧，燃烧完又继续燃烧，也希望相关单位对这个问题应该好好的了解一下。厂商表示，可能是因为电线烧拍电太阳能板才会着火，但是详细事故原因目前也搁咧调查。中华县环境保护人员指出，几个月前，宏远设置厝顶的太阳能板，也发现家己着火以外，毋但威胁附近民众安全，嘛会造成环境污染。面对不时发生太阳能板着火，中华县环境保护人员嘛呼吁相关单位爱重视，伫发电力量的时阵，爱有搁较周知的配套措施。记者杨淑晴中华报道。代替产业工会337个员工，伫2017年发起春节一发休困的抗争行动。伫过年时，因无要加班，也毋过这阵人说互代替处罚，双方官司拍白当。今年10月最高法院是判员工败诉。代替产业工会真不满今仔开始5天要来展开100点钟的绝食抗议。依法休假无罪，依法休假无罪，绝食抗议最高刑。代替产业工会开记者会，宣布要展开5天的绝食抗议，原因是2017年有337位的员工依法伫咧过年固定假日集体放假，说互公司处罚，双方拍将近8天的官司。今年10月份，最高行政法院判劳工败诉。这场将近10年的仗，我们要用这场绝食的行动，来告诉社会大众，告诉最高行政法院，告诉我们的政府跟台铁公司，既然他们要坚持上诉，那我们也会继续打下去。2017年过年连假，代替产业工会发起春节依法休假的抗争行动，有337位员工决定伫咧过年期间的固定假日集体休假。这个行动嘛成功促成班表改革，增加夜工费。不过员工却受到处分。伫咧2019年、2024年，台北高等行政法院拢是判员工胜诉，认为头家爱员工伫咧固定假日上班，依法爱经过劳工的同意。不过后来代替上诉，最高行政法院改判员工败诉，这互员工真不满。
我不后悔参加这个行动，因为我相信行动才能带来改变。其实当年的那场抗争，我们人力补充了，我们有设置了，总算有轮班的夜免费了。你不去保护这些依法休假、依法放假的劳工，你反而是去检讨他们。劳基法39条针对国定假日的部分，是劳工原则上应该放假，并不是请假或休假，而是放假。台铁产业工会一群人行入去台铁大厅，要开始为期100点钟的绝食抗议。也若台铁是回应尊重司法判决的结果，未来会用开放的态度听员工的心声。记者陈选林旭凯台北报道。台中一间高中学生去高雄玻璃特区户外教学，也毋过一群人煞徛伫轻铁的铁轨路顶头翕相，有民众口劝嘛拢讲袂听。高雄捷运公司是指出讲，这款行为已经违法，上悬是当罚7500块。这间学校嘛接到通知，伊是赶紧回失的，嘛表示讲会来加强交通安全的教育。好，结束这样很好。学生囡仔坐伫月台顶悬欢喜比姿势，但要翕相，毋过负责翕相的人煞徛伫咧轨道顶悬。这是高雄轻铁的北至第2站。这阵对台中来高雄做户外教学的高中师生，初5暗时来到这切课，一群人违规走入去轨道翕相，有民众看袂过去甲口劝，煞无人要听。民众认为学校甲囡仔带出来都爱教爱顾好，这款行为实在真唔通。是有一些家长的确会很担心。那旅行社应该是要最了解的人吧？为什么旅行社会就是旅行社怎么会做出这种事情？我觉得这边应该是大家都要知道，不可以站在轨道上的。对。针对这件代志，这间高中的校长除了会室的以外，也表示，提囡仔翕相的是旅行社的领队。代志发生的时阵，拄好带班的老师无伫现场，已经爱旅行社甲领队换掉，同时嘛加强师生的交通安全教育。学校主任呢？也和师生及领队要求后续的拍照及教学活动一定要遵守安全规定。那今日呢，因为校长和家长会长对这个事件呢很重视所以会立即南下陪同师生完成后续的那个户外教学活动。轻轨轨道区除了路口设置之行人穿越道外，禁止一般民众进入轨道区。如有违规，可依大众捷运法第50条，可处1500元以上7500元以下之罚款。有民众讲轨道袂使入去，应该是大家拢爱知的代志。其实除了轨道，国际表示，伫咧轻铁月台4颗连灯画这款黄色的区域，毋若禁止人甲车挡伫咧遐，民众嘛袂使行伫咧顶悬。记者柯家族顾朝阳高雄站报道。今年因为人工智慧真热门，所以台湾外销的表现是真好，经济成长率嘛比预期还好。也毋过，台湾经济研究院预测明年的经济成长率可能只有2.6%，是无到3%哦。也毋过嘛强调讲，若是台美关税当赶紧确定，美国的汽车关税有降低，咱的消费市场表现嘛是个真值得期待。经济预测今年当然会往上修，但是明年会比较持平，投资还有外销出口，明年看起来都会慢慢恢复正常。要一直维持那么高成长是不容易的，再加上明年的关税战。美国对顶关税政策影响，台湾受益伫 AI 事件。今年出口真好，前3季经济成长率分别是5.45%、8.01%加7.64%。台经院发布上升预测数据，推估今年规年经济成长率会当达到5.94%，也毋过刷落来的2026年可能受到国际局势影响，达到2.6%，无保山。AI 一枝独秀。刚刚我们孙主任在报告的时候，中国的出口增加，但是是量大价跌。那台湾的出口增加是量少价高，那这次我们把它大幅上去到5.94，所以我们因为基期垫高的关系，所以我们是估大概明年是2.6。学者分析，2026年可能出现放慢的状况，上大原因是2025年的热潮造成基期有关。另外，美国关税冲击继续影响全球经贸动能会进一步减少，也毋过传统产业是可能出现好起来现象，像塑化纺织对品牌服装的需求有关真大，可能原该产业无平均的状况。然后美方有给我们一个 offer 比20更低，如果依照55这样子的话，有机会降到15，而且是没有叠加。但是我们对美国的汽车关税可能不会降到0，有可能降到2.5。然后另外一个，我们可能会承诺一些采购。专家也分析，刷落来有可能确定的台美对顶关税，也有够大影响市场，包括台湾承诺的采购内容，要继续观察。另外，美国汽车关税一旦调降，国内消费市场有希望提升，也是支持市场的一环。公司新闻采访报道。
立法院今仔办外送平台专法草案的公听会，外送员团体是表示讲，外送平台已经成立10外档咯，也毋过外送员的薪水拢真无透明。伊望讲调解会当支持赶紧来通过专法。劳动部长洪胜汉是表示讲，公听会结束了后，会来整理各界意见，提出修法的版本，让立法院审议。给我外送专法，外送也要保障。大声话口号，希望立法院通过专法，让外送员应该获保障。外送员团体伫立法院外口表达因的心声，强调外送平台已经成立10几年，外送员的权益保障长期以来拢无够明确，薪水无透明，甚至被骗变减薪水，保险也无健全。希望立法院通过专法，保障因的权益。甚至出现3单仅45元的超低单价。以及每年将近1500件的消费纠纷，这样的恶性竞争模式，不仅伤害了各方的权益，也让整体的市场秩序崩坏。立法院维权委员会伫初六举行外送平台专法草案的公听会，邀请外送员、平台业者等各方代表表达意见。透明化以后，才能够决定说到底。他给这一个外送平台的服务人员，他的报酬到底合不合理啊？平台的业者并不是反对专法，我们同样是期待可以给我们的外送伙伴更多的保障，但它必须本于基于一个事实跟现况的讨论。调查党团有提版本，国民党希望定出合理的外送费标准，设申诉机制。民进党是诉求平台不应随便停止契约，由平台负担职业灾害保险。不过，怎么也未看到行政院的版本。也找了相关部会，包括交通部、经济部做最后阶段的研商。那在这几天，其实我们也找了这个工会跟平台来收整最后大家的意见。劳动部长洪胜汉强调，最近有邀请交通部等单位最近开会讨论，邀请平台业者甲外送员开会，希望会整公听会内面的意见进行法制作协，赶紧提出行政院的版本。因为维权委员会已经伫中国的2日进行第一遍的询答，初六进行公听会讨论。记者综合报道。今年8月山区落大雨，屏东县雾台乡的路未通哦。迄当时乡长阁冒险撩起送药啊去补路，有议员就建议县政府未来适当来利用无人机来协助。卫生局嘛表示讲，按算的伫8个部落设14个无人机起降的地点。主席在这边有2个要求哈，第一个操作的人技术较好的。议会主席有淡薄仔紧张，因为即阵到一个阶段，议员黄明贤的助理就伫议场内底示范无人机的操作。主要原因就是今年8月，屏东山区连续的大水雨，甲雾台乡对外的便道冲断去。乡长冒险撩起替族人送药啊，当时的画面互人看甲足紧张。议员希望会当提升偏乡地区送药的服务。大家都有看到那个画面哦，我们的乡长拔正义，他冒险涉暴涨的溪水送药给族人，这样的创新救援方式不仅避免了救援人员冒险跋涉，也大幅提高了救援效率。一旦有收到这些警讯，就是台风要来了，所以我们也在各个卫生所，尤其是偏乡卫生所，都会针对这些列管的这些慢性病的病人，提前准备。议员表示，即摆花莲邦山湖以外，就有用无人机3分钟把药送到位的案例，而且屏东县政府配合中央推动偏乡灾后药品运送无人机支援计划，已经主动调查屏东偏乡部落无人机送药的需求，希望屏东县政府赶紧启动相关的建制。是无人机不是会当随在飞啦，它还是要有适当的一个场域跟一个机制，还有风速的限制。今年的8月，其实卫福部他已经有做过了全国的做一个盘点。因为山区的情况多变，所以卫生局确实要真的提早启动，然后实际演练，在每一个偏乡都有这样子的一个起降地点。卫生局局长讲，计划目前拢有按照中央的进度进行，针对屏东县8个偏乡部落设置14个无人机的据点，嘛会掌握中央要求的进度，希望使用科技整合偏乡的照护，让每一位偏乡的居民拢会使受到更较好的医疗保障。记者柯明哲，屏东报道。
伫台东县的山区哦，受未少台湾高山仔。最近有民众伫旧东河桥看到几啊只白色的高山仔。台东县政府的农业处甲林保署的专家是认为，这白色的高山仔有可能是去挖到皮肤病，所以嘛呼吁民众尽量都唔通挖紧。台东县东河乡登仙桥，定定看到台湾米糕；也那伫旧东河桥的观光景点，也定定看到这寡糕。最近就民众伫咧旧东河桥翕到白色的糕，就是讲是突变白化的现象。不过，当地附近的民众讲是落毛。就是因为猴子掉毛，所以人家看的时候是有白虎这样子。台东县政府甲林保署台东分署接到民众的通报，问专家的意见了，认为这款狗应该是得皮肤病，因为这么也唔知影是什么病型，所以上好卖伤挖印。那也有可能是因为皮肤病染病的关系，造成他们有那个皮肤白化跟脱毛的现象。发生的原因会很多，那包含整个猕猴族群密度的变化，或是它所处环境的压力，或是民众因为喂食的干扰等。县府讲，伫即马台东县即个东河乡有接到民众通报，有少数的狗敢若是得皮肤病，会先观察情形，若病情有传开，结果再进一步处理。也希望民众唔通摕物件饲狗食，也莫伤挖印，避免去感染胃着。记者综合报道。有一只本地住伫南投的赤牛仔，名号做牛牛，初二伫南投着伤倒伫路边，经过议员甲地方人士的走访，即马是甲这只牛送到台南的老有的厝去疗养。受所应听动，听这只号做牛牛的心跳，即阵伊的心跳较紧，根本是运输过程造成的。这只赤牛仔对南投再来台南，主要因为初二下晡有民众伫路顶，看到路面甲牛绑伫咧小货车咧行，要带去拍诊，煞因为牛无行过淡仔加路，落尾袂砍直倒咧路边，骹底有真侪空喙。由南投县议员经过行政院中部联合中心代理执行长牵线，台南市议员李宗翰出面协助，加送来台南安养。现在养牛的人真的非常的少哈，也没有我们可以安置牛的一个地方啊，所以我们南投县没有这样子的一个场所，所以我才想说透过我们台南这边的议员来协助这样。脖子后方有那个勒痕外伤。接下来就是请现场人员做优点的这些消毒的部分是有在绞痛，那后续的话应该就是看是不是安排消体或是做一些消炎止痛的处理。本来这只牛牛是一个75岁的农民饲的，后来伊甲牛卖出去，引起网络讨论，因为南投无专门的收容空间，民众欢乐牛互人掠去抬，因此由议员出钱安排来台南，伊嘛甲善款捐予这间台南老牛的厝。台南市的规定里面，它必须要是台南市的牛。原本的规范里面，我们只好用台南市的自然人的身份来抚养这只牛。来先隔离观察后想有传染病还是皮肤病有哪会犯爱联络兽医来治疗。无你影响别只。健康还是袂使南投县议员感谢台南虎牛有一个温暖的所在通住。经过了解，目前牛等下送来，就要先隔离，兼观察空喙状况。后续牛适应环境，就会放出去，参其他的牛做伙食草。记者从台南采访报道。今年第三届的嘉义台语季哦，6月开始办导览、讲座、有工作坊等活动。最近嘛，伫嘉义县中部古村的农创园区来办成果展哦，咱嘛做伙来看卖。听早市菜市内底话卖的声音，偏嘉义在地产业的气味。伫嘉义县中部古村的农创园区举办台语季的成果展览，要互来的民众能透过看、听、闻等等的方式来入捌在地的食食文化，嘛互台语的学习有新的体验。因为本身咱一般台语咱拢是用讲，但是伊即届台语的时用五感的时佫会当去摸，佫会当去闻。当然台语本来就会当听，我感觉讲这是一个特殊的物件。拄则看安尼细一点，就看即个台语文书上物件，佫有即个家己在地物件，我感觉足感动的，就是看你有机会当看到即款物件。生态环境的导览，在地文化甲产业的行读体验。嘉义县第三届的台语季，为6月开始，用在地食食文化的内容，
举办计共超过70场的台语体验活动了后，佮透过展览的方式，互民众用台语的角度来入捌家己。平常的生活当中，大家拢会感觉讲食饭皇帝大，都会感觉讲其实家己的母扇还是家己的料理的方式拢做特别，所以我感觉这届我特别用食来做主要的主题的原因是安尼。规划团队表示，台语的使用就伫生活当中，就亲像看到、摸到、闻到同款自然。透过3档以来台语活动的推广，结合家己在地母产甲文化，希望这款自然的体验展览，互台语文化的推广甲创意有新的呈现方式。记者林慧婷家己报道。文化部去年开始推动台语家庭的计划，也毋过有民众讲苗栗后浪图书馆办讲故事的培训课程也毋过说拢无啥讲到台语。文化部是强调讲，相关的台语活动，台语的比例至少都爱超过6成，然后领补助无符合规定，会来靠补助款。为着要加强台语的传承甲使用，2024年文化部的培育台语家庭计划起稿，不过虽然出现一寡状况，像顶一日桃园市文化局请布袋戏团演出，互民众批评欠缺台语意识和台语比例上低。最近苗栗后浪图书馆也互民众指出，提供故事培训的课程台语比例敢若1%，民众表示真失望，嘛讲这毋是头一届，捌甲图书馆反映过，嘛是无改善。讲阮参加过的是，台语戏剧营，伊是定50%。老师会当讲到95%，台语故事培训伊是定60%，实际上就是全华语，就是安尼落差。目前苗栗县在做台语家庭计划的主管单位是文管局，因表示针对活动无够周知的部分，未来会照文化部的规定来落实。其实就是那个文化部怎么规定我们就怎么做啊。日后举办类似语言相关课程的时候，师资啊、课程的安排，还有语言使用的比例呢，我们会更加的严谨。文化部回应讲，今年9月有新的公告，针对国家建建所谓资源网顶的活动，台语比例爱写明，而且上无爱有6成。若是有领补助所无合规定，文化部会先辅导，若无改善补助的扣钱，佫会列入以后的补助审查参考。另外无领补助嘛，着受监督。有台语团体表示，推广台语袂当因为惊人听无，就毋去要求，若无永远无法度创造台语环境。这种烦恼咱拢会当理解，但是问题就是咱就是爱去突破这个独纯华语、全华语的这种氛围。未来不管是什么款的演出、什么款的活动，会当落实迄个正面的台语形象，甲较完整的台语比例。台语团体嘛建议文化部通做一份手册和指引，加强提醒要执行台语课程活动的单位，嘛通互侪侪有心要学台语的人，更加了解安怎做较是台语家庭其他的活动内容。记者卢尚珠、林晓凯台北报道。1945年前后的台湾有真侪重要的历史大代志，有开罗宣言、二战结束、日本投降、国民政府接收台湾。最近伫南投的台湾文献馆就展出相关的内容，咱做伙来看卖。为这台湾的这个主权以及它的未来前途是规范在开罗宣言。文献馆长向民众导览介绍开罗宣言，这是第2届世界大战的时。日本战败，甲台湾献予中华民国的重要历史文件。1945年前后的台湾重要史料微型展，当日台湾文献馆展出有不少关键性的档案，加研究历史的资料，展现1945年代的相明性。很多珍贵的史料，在那个过渡时期，然后当时这边那边各种的转折，给予我们接近真相的一个认知。以前他们的一些物件啊，就是可以跟那个以前念到的书籍啊那些来做一个互相的照应。这届展览的内容包括开罗宣言、二战结束一直到国民政府接收台湾28事件档案，以及台湾本土的精英留落来的历史资料。当时台湾人一方面是欢喜脱离日本殖民统治，另外一方面也对国民政府的治理有不满。最后起来抗争爆发1947年的28事件，伫遮也会当看到相关的文献资料。很欣喜这个战争已经结束了，他们也要将它回到所谓的祖国的怀抱。但是呢，国民政府的统治却造成所谓的政治混乱、民生凋敝、经济崩溃那产生的说让台湾人民感受不到那种回归的一个喜悦。战后台湾受国民政府统治，也包括改姓、改路名、杀华语才起日本化行政措施。
在地点当中，拢会当看到文献馆希望透过这文献，用多元的角度来感受甲看待台湾光复前后的代志。记者邢平仪南投报道。种树啊，至少爱30冬才有法度买，所以林保署嘛鼓励农民会当同齐来种香菇、茉莉来增加收入，嘛推出无使用农药甲化学肥的验证标章，互消费者会当食甲安心。气候变迁，生态也受到影响。林业保育署对2019年开始推动林学经济政策，希望保护松林的生态，也互林农有经济收入。署长讲，过去林农拢是生产木材为主，种落去到有收成，中间有20-30年是无收入的。这几年来鼓励林农种原木香菇和茉莉山地等等，唔但增加收入，嘛为其他的松林产品提升价值。有10项，到目前为止啊，包含像冬香菇、木耳啊，或是林下养蜂，这些是用容许的品项啊，就是只有政府公告的这些品项啊，那才可以经营。林下经济呢，虽然件数不多，但是它逐步的就成为一个很清楚的一个经营的这个方式啊。林下经济政策推动到今已经要7年，有学者认为政府推动这个政策真好，用对森林影响上低的方式来生产农产品。但政府进一步推动林下经济产品验证标章，来保证产品无使用农药和化学肥。目前已经有28位林农摕到产品的验证标章。学者认为安尼嘛通互消费者更较安心，也建议未来会当加强行销，互更较侪人了解。大家消费者拢希望讲，这个物件虽然恁工作好，恁讲这是优先环境的，是跟森林共生的，但是要有一个验证嘛，吼，安尼所以咱嘛是咧替消费者把关。但是嘛，对林农来讲嘛是有够好，对咱这个林下经济的小农来讲也很好，因为伊的产品吼经过验证了后，伊对伊的品牌吼，也是讲对于这个要接来这个市场吼，消费者熟悉，拢是一个最好的做法。另外，学者嘛建议爱搁增加林下产品的种类。林保署表示，会搁继续拍拼，嘛希望会当有更较侪林农来做伙加入，互生态甲经济会当双赢。记者陈心东、王志光台北报道。来看第二个阿塔卡马沙漠，因为正大哦，拢未发草啊，也毋过若寒人雨水有够哦，食物煞会当开花。毋但拢会写真侪观光客来遮，嘛有真侪科学家会来遮研究生态甲气候。空拍机自天顶一开始拢翕到沙漠，尾人竟然看到规片的食物。虽然大部分拢是生做矮矮啊，搭伫咧地面生长的花草，也毋过已经互人真意外，因为这是地球上除了南极的麦克莫多山谷以外，上大数的阿塔卡马沙漠，平均的年雨量只敢若15毫米。伫这个所在，有当时伫咧南半球的冬天，也就是6月到8月时阵，会落几落10毫米的雨。虽然无多，也毋过已经互花草有法度生长开花。En la temporada invernal, ¿cierto? Cuando cae las aguas lluvias en la temporada de invierno y luego ya en época primaveral se genera este florecimiento diferente de especies nativas, ¿cierto? De flora que existen acá en la región de Atacama. Unas son endémicas, otras se comparten con otras regiones, pero hay una gran cantidad de más de 200 especies, digamos, que están asociadas a este fenómeno. 也就是南半球的冬天8月结束了，9月到11月春天，一个普通时连草拢未发的沙漠，竟然出现色彩缤纷的花甲绿色的食物。El desierto florido, sí, sabemos que es un fenómeno que no se da todos los años, quisimos aprovechar de venir, sabíamos que se iba a dar esta temporada y quisimos venir a conocerlo. 因为真罕能看到伫咧沙漠内面会发这么侪食物，也个开花，所以就吸引真侪观光客来。若拄到阿达卡马沙漠开花时阵，来遮旅游的观光客会到上万人次。除了好奇的观光客，也有真侪生物学家专工来研究。Allá de eso, nosotros lo que vemos aquí son millones de años de evolución, ¿no? Y millones de años de evolución en ambientes extremos que también dan información, o sea, si lo queremos ver desde un punto de vista utilitario, también nos pueden servir para entender o para quizás nosotros adaptarnos o 或者讲，即款食物的籽伫咧大水季节，拢藏伫咧土抑个沙内面，慢慢等落雨。为了要生存，即款籽就要挡会掉极端的大树甲低温。
一个海拔96,000公尺较薄的空气，也就是讲会开火阿塔卡马沙漠，伫生物学家眼内是一个正好的天然资源库，会当提供线索，互因了解伫极端环境之下，气候、土壤甲生物之间的复杂关系。不过，若拄着开火时阵，真侪游客来遮，也互学者真担心。咱的环境新闻网报道讲，来遮的车甲人，车驶过人一直搭，甲土一直地，会互伊较杂，妨碍整组的润滑空间，也影响伫咧落雨时阵吸水的机会，而且也有可能会阻碍食物授粉，甚至一寡较无公德心的人可能会逃办。所以负责管理国家公园的单位就规定，若是要伫内保护区的人，不论是行路或者是赛车，拢爱照规定的路线行，袂使入去管制区，也袂使满花满草。公司新闻徐嘉玲编辑。下晡晡的天气，咱来看各县市详细资料。北部地区上低24度，上悬30度。中部地区上低25度，上悬33度；南部地区上低27度，上悬33度；东部地区上低23度，上悬30度；华岛地区上低22度，上悬28度。感谢观众朋友收看《公视台记台》播新闻，我是陈淑君，明仔载播3点，咱再会。